会跳舞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一台车沿一条路行，南来北往半山过。创作对我来讲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比如讲，我生活，我咧关心社会，我咧关心社会运动，这是嘛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生活咧关心阮囝的教育，这嘛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对，因为比赛啦。有事无事做百事。伊定定倒伫遐讲，然后你个是咧困的，讲无，我咧想物件。我头家拢无咧停，因为我一直咧想物件，对，所以我拢家讲我坐伫遐，我其实就是咧创作一部分。是独一无二的家己。创作对农村部中青年来讲，应该是甲故乡的100%完全的关系。我咧写歌的目的，就是我为着要我自细汉咧住的农村，会当伫这个社会中会当摕到讲话发力。我是因为这个行为，所以我开始写歌。所以我写的拢是咧写我住的所在，对伊有啥物款的望，甲故乡是就有关系。因为我过去敢若毋捌看过以台语为主的这个节目，一般拢是看到客台啊，还是关注点的，对，还真多啦，对，所以我感觉这真好，应该爱继续落去。安尼就毋免走去台北。对，因为我无介意去台北。爱高雄就欢喜的。咱高雄拢有较先咧出来佚佗的感觉，去台北就讲咧做工。而且我一直感觉台语台应该爱是咧伫咧讲台语俗这迄个所在，即个我讲的，咱爱摕到咱的迄个发声的权利啦。土地开出一蕊花，一蕊思念厝内的花。海味61号，赞！残花，和土地的情歌，伫我委屈的时阵有你来做。